以下咧好開心咧介紹一位朋友咧同大家分享，佢咧就係麥耀寶先生啦。麥耀寶先生嘅故事咧係如下㗎。麥生咧係麗瑤上利屋成人訓練中心嘅服務使用者陳艷雲嘅姐夫。艷雲咧喺兒時因為家庭嘅經濟問題咧，就被安排由社會福利署作為監護人，並由扶康會咧接受服務。轉眼間咧已經有30年㗎啦。艷雲嘅家人咧其後移民澳洲，並失去咗聯絡。但係艷雲嘅姐夫同埋姐姐咧一齊咧喺90年代成功咧同艷雲咧再次相認喎。從此咧就經常到宿舍去探訪艷雲，並經常咧支持扶康會嘅工作。以下咧請大家用掌聲歡迎麥耀寶先生。葉處長、葉醫生，大家好，好榮幸能夠代表扶康會嘅其中一個家長喺呢度分享少少嘅一個故事。呢個故事可以咁講係香港版嘅孤星淚。本來係唔關我事，我娶嗰個老婆，點解會多咗一個姨仔嘅呢？而且而家你知香港養一個小朋友400萬，我88年結婚嗰陣時可能40萬都得啦。但我哋兩個又冇咗小朋友，冇生小朋友。點解呢？可能在座當中有啲人都唔明我又係公務員，我太太又係社工，點解你哋都唔要小朋友啊？但係大家知唔知我88年結婚嘅時候，成日都係去機場送完佢阿哥，又送佢阿妹，拜拜啦，因為個個都移民。喺嗰個時候，香港就好似跌落一個特別嘅大嘅危機。你嘅同學又話去加拿大，你阿妹又話去澳洲。喺嗰段時間，我哋啱結婚嘅時候，就喺度諗下要唔要小朋友。後來我哋就放下咗呢一個嘅問題。跟住喺1992年嘅暑假，我哋就去探佢成家移民咗嗰啲二哥啊、三弟啊、四妹啊、五妹啊咁樣。喺個過程裏邊，你知澳洲好大。喺個過程裏邊，我就問咗個問題：你哋係咪6個兄弟姊妹啊？咁其中阿哥就話：唔係啊，仲有一個啊，第7㗎。我話：咦，有個第7㗎，叫咩名啊？就係而家呢個小朋友叫做陳艷雲。咁我話：不如我哋翻香港拜下佢啦。咁我哋就翻到嚟香港一問，再查下，因為知道佢係嚴重弱智嘅。咁你知我哋香港系統係好好㗎啦，咁亦都有綜援嘅記錄。當我哋一查，就睇到3個陳艷雲嘅名。咁你知香港同一個名好普遍嘅啫。咁其中一個就喺麗瑤。咁當日我喺1992年10月17號，我帶咗啲相嚟，同樣都係星期六，我哋一齊就係試下揾下佢。當我哋去到麗瑤村一條走廊，黃主任都係啱上班咗唔係好耐。好高啊佢嗰位黃主任係啦。咁我哋話打開個 file 一睇，點知佢媽媽叫做梁床少，都冇乜人叫呢個名㗎啦。咁嗰張出世紙就見到佢，咁應該係佢。當時家姐都喺呢張相嘅裏邊，充滿熱淚盈眶而我又少少都唔知點反應真㗎，我想拜山啫，點會見到一個真人？咁而弱智人士、殘疾人士好可愛，佢哋好簡單，佢哋只係好戇居居咁走出嚟，都唔知你係邊個。但我知道有自閉症嘅小朋友通常都係咁樣嘅都係咁樣，佢哋手冇停。咁我就發覺到，原來我家庭就多咗一個成員，就係陳艷雲。從嗰日開始，1992年，我就開始禮拜六或者禮拜日，我哋帶佢翻嚟我哋屋企，成為我家中嘅一份子。呢個只係嘅故事嘅開始。咁點解佢會去咗嗰度嘅呢？當我琴晚再睇翻嘅時候，我自己都好感動。就係頭先好似會長講，佢喺1963年嘅出世，家庭經濟好困難，而且佢出世只係得2磅。我覺得一個神蹟喺佢身上出現，就係佢得2磅，而今日好肥大，係105磅。第一個神蹟係由一個咁弱小成為後來交咗俾社會福利署領養，佢經歷過去過聖基道兒童院，去過保良局，去過啟智，最後多謝扶康會你哋成立，佢去咗你哋麗瑤中心。咁佢又喺度
自己一個跟住同你哋同事經歷咗28年，突然之間有個人嚟揾佢嚇。咁點解嗰陣時會有咁嘅烏龍呢？原來唔係烏龍，係當時嘅成年人根本養唔到一個咁嘅嚴重弱智嘅人士，好似葉醫生話。咁所以佢就託款咗俾社會福利署領養。到今日，佢喺呢過去嘅20年，剛剛2012年上一年就係20年啦。我好記得嗰日10月17號，咁今年嘅2012年就係星期3，我亦都親自放咗半日嘅假，我去答謝麗瑤成人訓練中心同埋上里屋訓練中心嘅同事，我亦都買咗少少嘅禮物，多謝佢哋。呢個唔係出於我自己嘅私心，而係我自己覺得我真係好感激扶康會方神父你哋嘅努力，冇你哋嘅機構，冇你哋嘅支持，我呢個小姨葉雲佢係冇辦法有一個咁好嘅地方，咁溫暖嘅地方，真係睇到佢嘅成長，同佢一齊過呢20年，好多嘅故事，佢係從一個好怕風、好怕雨，佢會打自己嘅頭，我就覺得如果佢咁中意打自己嘅頭，我有一次就喺8號風球，我拿支地拖棍落去，佢當佢見到風，佢就拍打嗰支地拖棍。而家佢已經唔怕風啦，咁我覺得原來有好多嘅生活同佢一齊，佢會可以進步。特別想提，即係代表提家長都係，原來啲類嘅小朋友，特別係有自閉症嘅小朋友，佢哋好中意喺寬敞嘅地方，特別去公園特別游水，佢都係非常之開心。咁而家開始，因為我都唔想太太做得咁辛苦，我佢做咗半職，咁佢可以留多一晚，可以禮拜六、禮拜日晚。而家逢禮拜日晚到夜晚，佢就唔知點解會至尾好似中咗6合彩咁，因為佢原來多留多一晚，佢可以星期一就去上里屋。我感覺到佢個開心，就代表我哋家人嘅開心。雖然我哋知道照顧一個咁嘅小朋友係相當之困難而且佢會有陣時會扭計會要帶片咁樣。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感受到殘疾嘅小朋友或者係呢啲類嘅小朋友，我哋需要好多個愛心。特別頭先顧太所講，如果我哋真係唔用愛我哋係好難去忍耐，我哋好難去照顧一個咁嘅小朋友。特別嗰首歌叫做《憑着愛》，憑着愛，我信有出路。憑着愛，情人不老。所以我成日覺得，我哋大家同佢一齊去共同度過。我相信我喺咁多個扶康會嘅家長，我屬於叫做年青啲因為我真係睇到佢哋已經個個都白晒頭髮但係我都不少啦我都可以就快退休。但係人生嘅路，我哋唔好俾佢孤單嘅過，我哋同佢一齊度過，陪佢一齊度過。所以最近我哋都帶佢上過深圳，帶佢上去廣州一啲嘅特殊嘅中心，當地嘅家長見到我哋，係真係口水都流，因為佢話處長頭先都講，你哋香港咁多知錯㗎，而家深圳面對同樣嘅60年代嘅香港一樣，佢哋全部都係自己組織、自己家長去組織，所以我好肯定，因為太太又係社工，佢亦都就快可以退休嘅時候，我哋都希望有咁嘅承諾，我哋會帶埋葉雲，會多嘅上去深圳，將呢一種扶康會嘅精神感動翻上面一啲嘅家長。咁曾經我哋都接觸過上面嘅自閉症深圳嘅家長，我哋都好盼望，唔單止扶康會喺香港有發展，我哋同樣第日當我哋退休，我哋都好願意做呢個嘅工作。我哋代表家長，代表弱智人士嘅家長，將呢種嘅愛心感染大地。多謝大家。